各位觀眾好，歡迎收看本期視頻。沈殿霞嘅惡霸標籤根源多來自佢喺娛樂圈嘅強勢地位與直來直去嘅性格。上世紀70、80年代嘅香港娛樂圈，黑幫勢力滲透嚴重，藝人想要立足，往往需要強大嘅人物支撐。沈殿霞出身上海商人家庭，1958年隨家人移居香港後，早早涉足演藝圈，憑借聰慧與豪爽結識咗眾多圈內大佬，更與鄧光榮、謝賢等組成銀色樹隊。其中鄧光榮作為香港影壇大哥級人物，傳聞背後有黑幫背景，咁亦都令到外界對沈殿霞嘅勢力多咗幾分聯想。最讓到惡霸傳聞發酵嘅係佢同鄭少秋嘅婚姻糾葛。1974年，沈殿霞經好友深深介紹結識鄭少秋，嗰時佢已經係 TVB 資深主持人，而鄭少秋只係嶄露頭角嘅新人。兩人相戀後同居11年，1985年倉促結婚，1987年個女鄭欣宜出世，2年後就因為第三者官貞華介入而離婚。多年嚟一直有傳言稱沈殿霞憑借自身勢力逼鄭少秋結婚，甚至喺離婚後打壓其事業，令鄭少秋一度被逼遠走台灣發展。更有極端傳聞稱佢因為鄰居翁美玲無意中泄露其家庭隱私，就揾人報復翁美玲，間接導致其1985年輕生身亡。喺香港娛樂圈嘅造星體系中，前輩對新人嘅態度往往影響其星途。沈殿霞作為圈內舉足輕重嘅大姐大，既曾傾力提攜張學友、任賢齊等後輩，令張學友認其為契媽，耐心教導任賢齊粵語，亦因早年工作繁忙，界限局限，對尚未成名嘅劉德華同陳百強留低咗唔夠重視嘅印記，成為佢演藝生涯中一段微妙嘅過往。上世紀70年代末，劉德華以無綫藝員訓練班學員身份出道，初期只能夠喺電視劇中飾演龍套角色，偶爾參與綜藝節目錄製。嗰時沈殿霞正擔任緊《歡樂今宵》嘅核心主持人，手握節目邀約同資源分配嘅話語權。據當時嘅工作人員回憶，劉德華曾多次參與《歡樂今宵》嘅錄製，負責表演小品或擔任背景板。性格內斂嘅佢並唔擅長沈殿霞所推崇嘅諧趣風格，因此並未引起佢嘅過多關注。沈殿霞晚年喺訪談中亦都坦言，早年忙於主持同拍戲，對眾多新人難免有疏忽。華仔當時好安靜，唔止學友咁活潑，我確實冇諗到佢後來可以成為天王。相較於劉德華嘅內斂，陳百強嘅出道之路更顯上水，佢亦都同樣未能喺初期獲得沈殿霞嘅重視。1977年，陳百強憑借歌唱比賽出道，憑借俊朗外形同細膩嘅聲音迅速積累人氣，但喺影視與綜藝領域尚屬新人。兩人曾經喺無綫嘅一檔音樂節目中同台，沈殿霞作為主持人，更多咁將鏡頭同互動嘅機會留咗俾當時更加具有綜藝效果嘅資深藝人。對陳百強嘅採訪僅寥寥數語。後來陳百強大紅，與沈殿霞雖有合作，卻始終保持距離。直至1993年陳百強昏迷住院，沈殿霞先多次前往探望。遺憾嘅係未能等到佢蘇醒嘅嗰一日。值得一提嘅係，沈殿霞對新人嘅唔重視，並非刻意打壓，更多係時代背景下嘅行業常態。當時香港娛樂圈新人輩出，歡樂今宵作為入鍋節目，需要嘅係能夠快速調動氣氛嘅藝人。劉德華同陳百強嘅風格與節目定位存在差異，自然難以獲得更多資源。而隨住兩人成名，沈殿霞亦逐漸認可咗佢哋嘅才華。後期不僅喺公開場合稱讚兩人嘅專業素養，更喺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暗中相助。劉德華曾喺沈殿霞追思會上坦言，肥姐係前輩，早年或者唔夠熟悉，但佢從未害過任何一個新人。佢對香港娛樂圈嘅貢獻值得所有人尊重。喺沈殿霞嘅演藝生涯中，與羅文嘅合作同情誼堪稱一段傳奇。兩人相識於上世紀70年代初，喺鄧光榮嘅引薦下結緣。嗰時羅文啱啱從東南亞演出歸來，聲音獨特卻尚未大紅，而沈殿霞早已經喺演藝圈站穩咗腳。1971年，兩人創新性地組合情侶合唱團，以男女對唱嘅形式登台演出，憑借默契嘅配合與鮮明嘅風格，迅速喺香港及海外爆紅，先後赴馬來西亞、泰國、美國等地巡迴表演，成為當時最受歡迎嘅演唱組合之一。
情侶合唱團嘅成功源於兩人互補嘅性格與專業嘅素養。沈殿霞擅長調動現場氣氛，幽默風趣嘅台風能夠快速拉近與觀眾嘅距離。羅文則唱功紮實，舞台表現力極強，兩人一呼一靜，一唱一和，演繹嘅世間始終你好、相思河畔等歌曲傳唱度極高。喺巡演過程中，兩人結下咗深厚嘅友誼。沈殿霞性格豪爽，凡事都為羅文着想，而羅文則細心體貼，會喺沈殿霞疲憊時主動分擔工作。沈殿霞後來回憶，同羅文拍檔嘅嗰幾年係我演藝生涯中最開心嘅時光，我哋就好似親人一樣，無話不談。除咗情侶合唱團嘅合作，兩人仲喺影視與綜藝領域多次攜手。1973年，沈殿霞主演電影《72家房客》，羅文友情客串，兩人喺片場嘅互動成為佳話。之後喺《歡樂今宵》嘅舞台上，羅文亦多次作為嘉賓登台，與沈殿霞共同演繹小品與歌曲，每次都能夠引爆現場氣氛。然而呢段看似完美嘅情誼，卻喺後期逐漸出現嫌隙。據悉，兩人嘅矛盾源於事業發展方向嘅分歧。羅文一心專注於歌唱事業，希望能夠推出更多個人作品，而沈殿霞則希望繼續維持情侶合唱團嘅組合形式，借助兩人嘅人氣開拓更多綜藝與影視資源。此外，外界嘅流言蜚語亦加劇咗兩人嘅隔閡。有傳言稱，羅文不滿沈殿霞喺合作中佔據更多資源，而沈殿霞則認為羅文過於固執，不懂變通。最終，情侶合唱團喺1973年正式解散。兩人雖未公開決裂，卻逐漸減少咗合作。不過，多年嘅情誼並未完全消散。喺沈殿霞同謝少秋感情出現危機時，羅文曾多次從中調解。而羅文晚年患病期間，沈殿霞亦多次前往探望。兩人喺生命嘅最後歲月入邊，終究冰釋前嫌。2002年，羅文病逝，沈殿霞喺葬禮上泣不成聲，坦言失去咗一個最好嘅朋友。拋開惡霸嘅流言同爭議，沈殿霞嘅演藝生涯堪稱香港娛樂圈黃金時代嘅縮影。1959年，14歲嘅佢憑借邵氏電影《一樹桃花千朵紅》出道，成為童星。1967年加入 TVB， 主持《歡樂今宵》長達20年，用幽默詼諧嘅風格陪伴咗幾代港人嘅成長。1975年與汪明荃、張德蘭等組成四朵金花，推出嘅粵語唱片風靡一時。1987年主演《富貴逼人》系列電影，佢飾演嘅標嬸成為香港喜劇嘅經典形象。3部影片票房累計突破6000萬，創下當時嘅票房紀錄。喺事業之外，沈殿霞嘅善良與仗義亦被眾多圈內人銘記。佢不僅提攜後輩，為張學友、任賢齊等新人鋪路，仲積極參與公益事業，擔任國際兒童大使，多次為慈善機構籌款，幫助貧困兒童與弱勢群體。2006年，沈殿霞確診肝癌後，依然堅持參與公益活動，直至身體無法支撐先停止工作。2008年2月19日，沈殿霞喺香港瑪麗醫院病逝，享年62歲。葬禮當日，近萬名群眾自發前往弔唁，香港娛樂圈近100位藝人出席，足以見得佢喺大眾與圈內嘅地位。如今，關於沈殿霞嘅惡霸傳聞依然偶爾被提及，但更多人願意相信嗰個笑容真誠、仗義執言嘅肥姐。佢或者有性格強勢嘅一面，或者喺早年對某啲新人有所疏忽，或者喺感情中過於執着。但佢對香港娛樂圈嘅貢獻、對親友嘅真誠、對公益嘅熱誠，都無法被封殺。正如香港前特首曾蔭權所言，沈殿霞嘅笑聲伴隨港人成長，佢嘅堅毅意志代表港人精神。沈殿霞嘅一生笑過、愛過、痛過、奮鬥過，佢用40年嘅演藝生涯詮釋咗開心果嘅真諦。即使自身背負住諸多壓力與爭議，亦要用笑容溫暖他人。嗰啲是非功過，終究會隨住時間嘅流逝逐漸沉澱，而佢留低嘅經典作品與溫暖記憶，將永遠選刻喺香港娛樂圈嘅史冊上，成為一代人無法磨滅嘅回憶。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歡迎點讚訂閱，我哋下期再見。